睡魔与姐姐死神闲得蛋疼的一个赌约，平凡的人类便要在孤独中度过漫长的岁月。1389年的酒馆里，醉汉吹牛称自己参透了永生的奥秘，而睡魔却蔑视地认为永生会让这些渺小的生物精神崩溃，因为快乐很容易会被忘掉，但那些极致的痛苦将会伴随他们终生。于是死神真的赐予男人永生，并让弟弟睡魔去寻找最终的答案。睡魔把永生的消息告知了罗伯特，并相约在100年之后，他们还在白马酒馆相见。其他人顿时哄堂大笑，唯独罗伯特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这不就像我们平时观察蚂蚁的体验吗？转眼来到1489年。罗伯特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长生是不是与恶魔做了交易。当得知自己并不会失去什么后，他又想知道睡魔究竟是谁。可睡魔却只想了解他是否有寻死的想法。不过结果竟让睡魔失望了。It's fucking brilliant. 由于社会不断的进步，他对未来充满了好奇。随后他们相约100年后还在这里见面。弹指一挥间，时间来到1589年。此时罗伯特通过积累的经验，学会了造船和开采黄金，并且利用积攒的财富还在当地买了爵位。虽然他刚出生的儿子夭折了，但他渴望活下去的想法依旧坚定。听不下去的睡魔注意到一旁正在排练戏剧的小伙子，睡魔被他对梦想的执着而打动，于是赐予他一个美好的梦境。而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戏剧大师威廉·莎士比亚。很快就到了1689年，因为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爆发了大革命，罗伯特彻底成了一个十足的乞丐。如果不是睡魔开口，可能他连酒馆的门都进不来。如今他也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颐指气势。在这100年里，妻子难产死了，婴儿降生不久也死了，而他也被村民当成了妖物。陈海折磨长达40年，直到前不久他才死里逃生。睡魔再次询问他是否想活下去。Are you crazy? Death is a mug's game. I've got so much to live for. 即便命运千疮百孔，他仍然想活着。殊不知他们的会面被人悄悄地画了下来，甚至知道了他们100年后的约定。时间来到1789年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罗伯特通过贩卖黑奴又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此时的他更不可能选择死亡了。不过由于时间的递增，睡魔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，劝告他不要做贩卖人口的缺德事。可下一秒，他们短暂的宁静就被打破。一个名叫康斯坦丁的女人拿着话找到了他们，要求让他也加入这个永生的计划。Is that meant to be me? I look terrible. You look worse. 说完就命令手下强行带走。身为睡魔自然不会惧怕人类，他只是轻轻吹了沙子，就让对方暂时去地狱走了一遭。这可能就是成就一代驱魔师的最初原因吧。时光飞逝，时间到了1889年，此时的罗伯特已经是抽雪茄、品红酒的绅士，肯定更不想去死了。而睡魔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意他的选择，反倒是期待两人的下次会面。罗伯特一语道破睡魔惧怕孤独，说在他的心里其实更不希望自己去死。睡魔不愿接受这种现实，转身离开。罗伯特没管他的反应，大喊下个100年他还会在这里等他。如果睡魔来了，那就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。很快就到了1989年，罗伯特像以往一样再次来到酒馆。我倒是不佩服他的倔强，反倒是佩服一间不起眼的酒馆可以营业600年没有被强拆。不过这次他却迟迟没有等到睡魔。罗伯特似乎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撑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早在1916年，睡魔就被人类用法阵困住，而且一困就是又一个100年。拥有一身反骨的老头果断用刀子划破自己的手臂，然后扔出一根黑天鹅的羽毛。随着羽毛落到地面上，一个古老邪恶的仪式也正式开启。与此同时，叛逃的梦魇在现实中肆意杀戮，无尽睡魔特意来清理门户，而梦魇还妄想颠倒黑白，可睡魔压根就没给他机会，拿出法器势必要击碎逆徒的三魂七魄。关键时刻事态出现了反转，睡魔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叫走了。机缘巧合下，他竟被老头的血腥法阵禁锢。其实老头是想控制死神，从而要挟他复活死去的大儿子，但睡魔的到来却让他措手不及。不过他很快就惦记上睡魔的3件神器，可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让自己亲生的二儿子去拿。3件神器分别是梦想成真的红宝石，可以随意出入他人梦境的沙袋，还有不受外界干扰的头盔。不对啊，睡魔的神器不应该是放屁磨牙8搭嘴吗？我想可能是编剧搞错了。由于睡魔突然矿工世界爆发大乱，睡着的人醒不过来，清醒的人又怎么也睡不着。 I just want to sleep. Please. 这时梦魇主动找上了老头，并且告诉他能永久囚禁睡魔的方法，在原有的法阵上再建一个玻璃钢球体，困住睡魔的肉身，然后24小时轮班看守，值班人员绝对不能在睡魔面前睡着。另外就是不能让他拿到这3件神器。临走前，梦魇还不忘提醒老头，不远处树上的乌鸦其实是伴随睡魔的仆人。随后老头下令大肆捕杀庄园附近的活物。二儿子为了证明自己，当着睡魔的面开枪击碎了睡魔最后的希望，但现如今他也只能无尽的忍耐。像话吗？
好歹也是个神呀，怎么会被低端局的野怪困住？转眼间10年过去了，老头的家族借助神器的庇护，混得风生水起，甚至老头的相貌还停留在10年前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渴望能复活自己的大儿子，于是他把罪责都怪到了睡魔的头上，而睡魔依旧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。此时小老婆怀了老头的第3个儿子，不过老头竟残忍地让他打掉，因此小老婆失望至极，卷走了睡魔的神器，连夜离开了他。老头气急败坏，拿睡魔撒气。二儿子不长眼，上前劝阻，结果受到牵连，拉扯中二儿子爆发，推了亲爹一把。没想到老头也就此领了盒饭。就这样，二儿子摇身一变成了老爷。虽然他没有老头那般贪婪，可因为是续接存档，也是顾虑繁多。他向睡魔承诺，只要睡魔不报复就放了他。但睡魔依旧是一言不发，就算被人类囚禁，他也要保留最后的尊严。100年一晃而过，当初的二儿子也变成了即将垂死的老人。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见睡魔，希望他能答应自己提出的条件。可等待他的还是同样的结果。离去时，轮椅压坏了法阵，睡魔看到了希望。当他集中精神看向看守时，对方瞬间进入了梦境。炎热的沙滩上，大量比基尼在他眼前晃动。美梦不过3秒，睡魔就出现在他眼前。他紧张的掏枪射击，而现实中他打的目标正是玻璃球体。睡魔终于算是重获了自由。紧接着，睡魔进入梦境，找到了二儿子。作为惩罚，他永远陷入了沉睡。另一边，梦魇也感受到即将大难临头，但他并没有慌张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穿上衣服的睡魔回到了梦之王国，昔日宏伟的宫殿，如今也因他长期的失踪变成了废墟。曾经的仆人也几乎走光，只剩下陆茜安一人还在坚守。更可悲的是，失去神器的睡魔虚弱无比，就连修复宫殿都做不到。他必须尽快找到散落人间的神器才行。于是，睡魔准备去求助3位一体女神，可他们非常贪婪，从来都是无利不起早。睡魔需要吸取最后一个由他创造的幼龙，恢复一些法力，才能穿越梦境准备礼物。100年来，幼龙一直由奔波霸和霸波奔2个精灵抚养，他们对睡魔失去了信心，不愿让幼龙白白牺牲做充能电池。随后，睡魔把选择权交给了幼龙。虽然幼龙年龄尚小，但他却没有胆怯，甘愿付出生命。就这样，他把微弱的法力还给了睡魔。睡魔离开时，奔波霸像以往一样欢送，霸波奔把他当成了马屁精，气得他一叉子扎死了自己的兄弟。睡魔来到进入梦境的梦河，由于他失踪100年，水下也平添了很多未知生物。首先，他在一个柬埔寨农民的梦中拿到了象征命运的十字路口，之后在日本影迷的梦中找到了英国恐怖片的绞刑架，紧接着他找到了最重要的大件儿，象征着脱胎换骨以及生命、死亡、重生的蛇。收走蛇后，睡魔还不忘拿走一旁的兽蛋。其实奔波霸根本就不会被杀死，痊愈后他像没事人一样从土里爬出，连他也记不清被埋葬过多少次了。可这次醒来，他看到了兽蛋，他才发现自己的主人彻底变了心性。睡魔将拿到的东西交给了3位一体女神，满足条件，3女神回答：沙袋在人间，驱魔人康斯坦丁的手上；头盔在地狱，一个不起眼的恶魔手中；红宝石被母亲送给了他的儿子。与此同时，在人间游荡的梦魇找到了一位老者，他就是当年老头的小老婆，也是他当初偷走了睡魔的神器。梦魇警告他说，睡魔很快就会找上门来报复，除非他交出神器，或许还有救。100年的流离失所，沙袋和面具早就被他换钱了。儿子成年后被红宝石的力量迷惑，前不久偷走神器，至今也下落不明。但梦魇却认为他在撒谎。如果说神器不在他身上，那他为什么还会这么年轻？于是梦魇准备送他一程。Regret this, I promise you.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? I don't need Dream's tools. I have my own. 梦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大意。100年来，老人一直在搜集着克制神的东西。随后，老人去见了自己的儿子，因为约翰将红宝石藏到了没人知道的地方，所以老人才把儿子关进了秘密基地。另一边，睡魔先找到了驱魔人康斯坦丁，毕竟600年前和他的祖先有过一面之缘。此时，康斯坦丁在为一对小夫妻主持婚礼，名义上是主持婚礼，其实他却是在念着驱魔咒语。见掩饰被识破，魔鬼也现出了真身，仅仅几秒钟，魔鬼便破茧而出。就这样，刚结婚的新娘成了寡妇。You talk too much, Star. His name is Agalaev. I'm flattered you remember me, Lord Morpheus, after all your time away.
他本想通过魔鬼打听出头盔的下落，没想到女版的康斯坦丁为了3倍的赏金，是个心急又爱吃热豆腐的主，根本就没给睡魔这个机会。他看着眼前的梦之主宰不屑一顾，但这怎么能难倒睡魔呢？晚上睡魔进入了他的梦境，小女孩阿斯特拉被恶魔缠身，康斯坦丁召唤出更厉害的恶魔，准备以恶制恶，但在实际操作中被召唤出的聂加尔脱离控制，将小女孩的灵魂拉进了地狱。这件事也成为了康斯坦丁最大的心结。睡魔以帮他去除噩梦为条件换取沙袋，而沙袋在她的闺蜜那里。两人来到闺蜜家楼下，由于她与闺蜜的特殊关系，她让睡魔在楼下等着。见到了闺蜜后，他们又陷入旧情的回忆中，但闺蜜却突然质问康斯坦丁为何那么冷酷无情。随后闺蜜化成沙尘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睡魔也及时出现叫醒了她，康斯坦丁才瞬间惊醒，原来他刚才是在梦里。睡魔告诉她这就是神器的魔力。此刻闺蜜手握沙袋已经不成人样，因为神器拥有者的生命会受到诅咒。睡魔拿回沙袋，并赐给垂死女孩最后一个美梦。就这样，睡魔取回了第一件神器。之后他要前往地狱取回头盔，他必须擅闯地狱与路西法正面硬刚。其实睡魔的内心也非常忐忑，因为即使他拥有3件神器的全盛时期，也未必有把握打得过地狱的统治者路西法。何况他如今又变成了弱鸡。随着锣声响起，魁梧丑陋的看门人缓慢出来迎接。看门人故意挑衅，询问睡魔他的红宝石和头盔哪去了。以往高傲的睡魔怎么可能会惯着这么一个小人物Shall I use it to haunt your dreams? And your waking hours too? Or will you open the gates of hell and let us through?嘴炮讨不到便宜，看门人只好乖乖带路，跟随睡魔来的渡鸦惊叹地狱的环境。其实地狱的季节是根据路西法的心情而定，就连这里唯一的植物也是寄生在人的体内才能生长。走了一段时间，睡魔突然觉得这条路并不是去主殿的方向。他知道恶魔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缺动机。此刻一个熟悉的声音回响在耳边 It is you. 她是首批人类部落的女首领，曾经她与睡魔的上一世是恋人关系，因为纳达的背叛，才被睡魔惩罚送到了这里。眼下只要睡魔原谅她，纳达就可以重获自由。可即使1万年过去了，睡魔还是解不开这个心结。还没见到路西法，他就收到了对方的下马威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看到路西法的宫殿。高耸威严的宫殿蕴含着极大的压迫感，满是容颜的殿门更是让人不寒而栗。开门时涌出的血水，仿佛是为睡魔的到来铺的红毯。而他就是地狱之王路西法。别小看这个女人，她可是极具野心的。早在很久以前，她就提出与睡魔结盟，合力统治人间与天国，可被睡魔拒绝了。如今睡魔被凡人囚禁，丢了神器，沦为了丧家之犬，但他依旧拒绝了路西法的邀请。伪善的路西法表面和善，明知道睡魔的来意还要装傻，称自己不知道镇国头盔的下落，甚至叫出数万小弟让睡魔逐一去问。不过这根本就难不倒睡魔。只见他拿出刚找到的神器沙袋，然后将沙子倒在地上，紧接着偷取头盔的魔鬼就被传送到大殿。魔鬼认为头盔是他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，所以他理当属于自己。谁让睡魔当时没能力留住神器呢？要想拿回神器，就要下战书，赢了便归还头盔，如果输了，睡魔必须永生成为地狱的奴隶。Very well.听到睡魔同意迎战，路西法也露出得逞的笑容。按照地狱的规矩，决斗可以自己参战，也可以委托他人代替。毫无疑问，睡魔只能自己上阵。狡猾的魔鬼却选了地狱的最强者路西法，似乎这一切是路西法早就事先安排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整个地狱都欢呼雀跃起来。路西法没有趁人之危，他选用了精神力与意念的争斗。首先，路西法以言化形把自己比喻成恶狼，跟踪猎物是致命的掠夺者。轮到睡魔，他化作捕猎者，搭箭便射，专门压制恶狼。随着恶狼被击杀，路西法香臀部位也出现伤口，这样的小伤对于神来说不算什么。之后路西法化作毒蛇，毒死猎人骑的马。现实中睡魔也马上身中剧毒，睡魔强撑着唤出老鹰克制毒蛇，同时路西法的脸上出现3道抓痕。气急的路西法幻化空气中的细菌，转眼间就令老鹰死去。这一次几乎抹掉了睡魔的半管血。睡魔撑着微弱的气息说出他是世界，开天辟地孕育生命的世界。路西法立刻想到至圣之物，它是一颗毁天灭地的星星，能够一瞬间摧毁世界上的一切。此刻睡魔被瞬间烧成焦炭，奄奄一息，但他用最后一口气化作宇宙，包容万物，可以接纳一切生命。 I am anti-life, the beast of judgment, the dark at the end of everything. 反生命没有天敌，睡魔的脸色变得干枯，再也无法站起来，连话也说不出口了。睡魔的仁慈和软弱，注定他不可能全身而退地离开地狱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强撑着说出了最后的绝招。 Hope
那便是希望。你可以杀死千万生命，但你却不能泯灭一份希望。路西法输了，他让恶魔归还头盔。如今睡魔还差最后一件神器，他的红宝石。这东西还在一个凡人手里，只是前面的路远比以往还要坎坷。老人摘下带有诅咒的项链赠予儿子，其实他不是在谋害儿子，反倒是在拯救他。随着约翰接过项链，母亲也瞬间又老了几十岁。Take it. It's too late now, love. No. 原来在100年前，老人趁睡魔被囚禁，偷走了睡魔的圣物之一红宝石。儿子长大后被圣物迷失心智，又在他这偷走了红宝石。如今睡魔重获新生，必定会来报复。母亲想用自己的护身符交换，劝儿子交出圣物保住小命。不过仅仅几秒钟，母亲便干枯老死。保镖进来误以为是约翰弑母，第一反应举枪对准了他。You don't want to point that gun at me, I promise you. Security requesting backup. You'll only be hurting yourself. I'm sorry. 子弹被护身符反弹，保镖的血肉和骨骼都被完美分解，最后变成了飞溅的血沫。就这样，约翰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轻松离开关押了他30年的大楼。但凡是他经过的地方，都是无一例外的血肉模糊。多年未经世事，约翰像个走出黑暗重见光明的孩子，差点被疾驰的车辆撞倒。司机见他精神萎靡，愿意送他回家，殊不知司机会为他的决定悔恨终生。与此同时，睡魔通过其他2件圣物感应到了红宝石现在的位置，立刻传送到一间废旧的仓库。其实这就是约翰当年藏圣物的地方。可睡魔不知道的是，自从红宝石被改属性，他只认约翰为他的主人。 Something's wrong. Someone's altered it. 此刻，睡魔隐约看到一只手拿走了红宝石，而他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。其实拿走红宝石的人就是约翰。刚出门，他就将母亲的护身符转赠给了送他来的司机，这也明确了约翰要与睡魔为敌的想法。然而，红宝石的能力是让持有者梦想成真。从小，约翰就生活在母亲的平凡谎言之中，于是他用红宝石让身边的人说真话。可事实却是截然相反，当谎言被揭穿，人性便开始扭曲，那些如火花般的欲念被点燃，原本纯洁的关系变得可悲而复杂，微弱的好感也迅速升级为纠缠不清的孽缘。过往隐藏的伤痕被揭开，人性中被压抑的黑暗面也被揭露无遗。世界上最美好的关系，也可能瞬间变成最丑恶的敌人。人们开始毫不留情地攻击身边的人。关键时刻，睡魔终于赶到了餐厅，他说出红宝石的真正用途和世人隐藏在谎言背后的梦想。约翰接受不了心理偏执的事实，更不想归还红宝石，甚至他还想取代睡魔成为梦之主宰。一瞬间，约翰进入了梦境。睡魔先是让他看见自己最深的梦魇，那是他对母亲的渴望，以及多年来他对母亲的恐惧。 He's such a baby, Johnny. Johnny, you have to go to sleep. Your father was right. I never should have had you. 但约翰用红宝石打破了这个梦，他闯入睡魔的梦之国度，利用红宝石焚烧这里所有的梦境记录。睡魔现身阻止，却被约翰用红宝石吸取力量牢牢压制。只需片刻，睡魔的法力就被约翰全部夺走。然而在一切结束之后，约翰却在睡魔的手掌上醒来。原来刚刚他对红宝石的滥用，让睡魔曾经注入其中的法力全部爆裂四散，如今反倒回了睡魔的体内。不过睡魔没有弄死约翰，而是把他送回了他住了30年的精神病院。虽然睡魔找回了他的3件圣物，重建了梦之国度以及人类世界，但真正的暗流涌动才刚刚开始。隐藏千年的梦之漩涡，正在幕后之人的有意推动下渐渐浮出水面。一个黑人女孩，竟在入睡后闯进了睡魔的梦之国度。万年内，她是第一个闯入的凡人。睡魔彻底蒙圈了，心想：我整天还偷窥别人的隐私呢，现在自己都被偷家了。 What is this place? You're in the dreaming. And I should like to know how it is you found me. 其实凡间每隔1000年就会出现一个梦之漩涡，而且这个人拥有与睡魔相同的能力，就连睡魔也无法控制他，只有将其摧毁才能保全梦境和现实。可睡魔并没有马上杀了他的意思，他想先利用漩涡找到背叛自己的3个梦魇。眼下罗斯只想找到因离异失散的弟弟杰德，于是睡魔准备和他一起寻找。可无论现实还是梦境都没有杰德的消息，很明显这是他人的有意为之，想必也是冲着梦之漩涡来的。但幕后之人为什么不直接绑架罗斯呢？现实中杰德被养父母关进地下室，每天过的日子还不如普通人家的爱犬，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，只是为了那区区800块的救济金。自从罗斯进入过梦之国度后，便开启了探索功能，每次入睡他都能进入别人的梦境，了解他人不为人知的秘密。Rose?
别看他刚刚掌握这项技能，但梦境与梦境之间的穿梭却非常丝滑。在邻居的梦境里，罗斯看到了睡魔，看到他的出现，睡魔也不免有些尴尬。为了尽快了结此事，睡魔教会他根据记忆寻找弟弟。很快，罗斯就看到儿时的老房子，这证明他们已经进入了弟弟的梦里。同时，这一幕也出现在监控屏幕上，他就是叛逃的梦魇之一高特。He has come to take me away from you. I'm not about to let that happen. 看到有人入侵，杰德立刻化身超人去平视，这就对了。现实中杰德被人圈养，梦中又被人蒙蔽，难怪一直找不到他的消息。罗斯认出弟弟，马上询问他养父母的住址，只是永远包不住火的。高特也变回真实面目拜见他的主人。原来高特并不是背叛睡魔，他只是不忍心看到杰德小年纪就经历灰色的童年，所以才给孩子编织了个有安全感的美梦。可他毕竟是违反了睡魔定下的规则，必须要得到相应的惩罚。清醒的罗斯火速赶去接弟弟回家，等他赶到才发现这里已经被警察团包围，养父养母全部被杀。不过幸好的是没发现弟弟的尸体，但不幸的是杰德被梦魇克里斯给接走了，他可是个纯的噩梦。而另一个危机也在等待着罗斯，女人在梦中遇到了死去的老公，研究过昆字的写法后，她的肚子在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。更诡异的是，睡醒后她发现自己竟真的怀孕了，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闺蜜罗斯。 Oh my god. What is happening to us? 可罗斯知道，是因为自己寻找弟弟，频繁穿越梦境，削弱了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屏障，这可能就是梦之漩涡带来的隐患吧。不过他可没心思管这些，因为他刚得知弟弟被好心人所救，眼下他要立刻去相认，但他却不知，好心人便是叛逃的梦魇柯林斯。出门前，热心肠的邻居愿意开车送他，由于老人平时和善，罗斯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。途中不知是老人太过唠叨，还是他要见到弟弟心情放松，罗斯竟在车上睡着了。于是他再次进入了闺蜜的梦境，但这次却发生了意外，梦之国度产生剧烈的震动。梦境真正的掌管者睡魔也猜出这一切是罗斯闯的祸，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。睡魔通过阵源早他们一步找到了女人的老公，并当着他们的面单手一挥收走了丈夫的鬼魂。闺蜜的美梦彻底破碎了。至于孩子是在梦境里孕育的，那自然属于睡魔。等孩子降生，他会降临带走婴儿。还没等罗斯张嘴，睡魔便返回了梦之国度。哪曾想罗斯竟气冲冲地找上门来。虽然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闯入，但睡魔还是非常的惊讶。即使这一切都是罗斯导致的，可他还是愤怒地质问睡魔 You said that a vortex can create universes or destroy them? So I suggest you leave my universe the fuck alone. Rose. This dream is over. 这也太讽刺了！梦的掌控者竟然被人赶出了梦境。清醒后的罗斯也赶到弟弟所在的酒店，一同跟来的大叔发现酒店聚集了大量的邪教徒。随后他又看到了柯林斯，他马上意识到要有大事发生。原来老头也是梦之国度的梦魇，又名提琴手之绿地。他特意回来告诉睡魔，柯林斯在现实社会建立了邪教，其目的应该是与罗斯联合推翻你。与此同时，罗斯的弟弟不小心撞见柯林斯杀人，吓得他立刻转身就跑。 This one's mine. 杰德刚跑出来就迎面撞上胖子男，殊不知他也是邪教的骨干之一。恰好这时罗斯赶来与弟弟相认，好不容易挣脱后，两人拼命逃离魔掌，结果还不幸跑进了死胡同，急切地转动着门锁却打不开。眼看胖子男就要对他们下手，剧情出现了逆转。 Don't worry. You're safe with me. 其实柯林斯想与罗斯达成协议，让他彻底释放梦之漩涡，将现实与梦境相融合，这样就可以打败睡魔。罗斯清楚地知道睡魔迟早会杀了自己，于是便答应与柯林斯结盟。紧接着，柯林斯召集所有信徒，在他的催眠下，众人的意识都同时进入了罗斯的梦境中。只需一瞬间，梦境就成了罪恶展示博览会。关键时刻，睡魔试图阻止柯林斯，可现实往往比想象更残酷，凡间的匕首竟能刺伤睡魔。原来睡魔的法力逐渐被梦之漩涡吞噬。 用不了多久，罗斯将取代他成为新一代睡魔。之后，两人都前往罗斯的梦中。柯林斯不断蛊惑罗斯，让他尽快将更多的人拉进梦里。睡魔提醒他，如果继续下去，很快地球就会坍塌，全宇宙的生命体也都会消失。 Don't believe him, Rosie. I'm trying to keep your world alive. You have to choose one, Enough. Rose. 尽管会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但罗斯最后还是选择站在睡魔的这边。一瞬间，大家回到现实，睡魔的伤口也在迅速愈合。见大势已去，柯林斯也不再做无谓的抵抗，睡魔将他化作了尘埃。清醒过来的罗斯立刻带着弟弟离开。不过这事儿迟早是要解决的，总不能以后不睡觉了吧？晚上，罗斯尽量克制自己，别进入他人的梦境。可事实却往往不随人愿，不但进入他人的梦中，并且还把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拉到了一起。
朋友亲人之间再无秘密可言，就连男朋友精神出轨也被当场抓包，太尴尬了。随着人数增加，梦境突然出现巨大的漩涡，漩涡上下呼应越来越大。罗斯劝大家只是个梦而已，不会怎么样的。下一秒就有人被卷入漩涡不知死活。幸好睡魔赶来制止事态的恶化，眼下只有杀了罗斯才能终结一切。另一边，罗斯的外婆似乎得到了感应，竟也闯入了睡魔的梦之国度。陆千安看到有凡人到来都已经习惯了，可老人的一句话却让他毛骨悚然。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梦之漩涡。由于100年前睡魔被囚禁，大量凡人陷入了沉睡，所以梦之漩涡才转移到了罗斯的身上。按照这样来看，梦之漩涡还是睡魔自己造成的。睡魔却觉得不对，因为梦之漩涡只能是自然形成，绝不可能会被人为改变。外婆在临死前提到他在沉睡时曾经遇到过一个金色眼睛的男人，睡魔马上想到自己的弟弟欲望，了结了梦之漩涡。睡魔直接去找欲望神算账，警告他如果还有下次，必定会让他死得很惨。既然是欲望，怎么可能会轻易罢休？ Next time, I'll drop blood. 而之前因为镇魔头盔，睡魔得罪了路西法，因此整个地狱都在蠢蠢欲动。想必下一季路西法会与欲望联合对付睡魔，而睡魔会选择与驱魔人康斯坦丁结伴而行。